部的文字局甲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合作，有一場展覽叫做水下文化資產特展，以戰爭甲沉船為主介紹台灣海戰以及重要的沉船遺址，讓民眾來感受水下文化。這個賽代表風火船歲水下文化資產特展正式起稿。這是以戰爭甲沉船為主，用互動的科技感的方式來介紹台灣海戰的歷程甲沉船的遺址。這擺特別經中日甲午戰爭以及二次大戰相關的工兵、甲山頂灣、淺香灣三大沉船的遺址，有展出慶子、銅錢、灰仔以及船輪鏡等20件出水遺物，其中海空對決。多媒體劇場更加表現出1944年二次大戰期間澎湖馬公港空襲的歷史情景。像你在打電動遊戲一樣的方式，讓你理解到，我們這些沉船是被空襲造成的或者某些因素，但它都是因為戰爭造成的。透過豐富的歷史資料、出水文物加多媒體體驗，要鄉親重新認捌水下文化資產，嘛透過重回戰爭的現場，會讓珍惜即馬才無簡單得來和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